而家吹緊偏東氣流啊，但可以睇嚟緊天氣變化。嚟緊菲律賓以東係會有個低壓區啊，呢個低壓區會逐漸發展成為熱帶氣旋，唔係就係佢成為今年首個熱帶氣旋嘅安。而呢個熱帶氣旋將會移向呂宋以東海域，先向西北，然後轉向東北方向移動，再到橫跨西北太平洋至烏茲斯附近。強度係有望係達 S.T 熱帶風暴啊！而家佢係熱帶低氣壓，T.D 熱帶低氣壓，然後佢有可能增強成為熱帶風暴。呢個係已經超過每小時40公里去敲啊！有可能增強成為熱帶風暴啊 ，S.C 啊，跟住都係熱帶風暴 S.T， 佢呢個行過嚟，跟住仲有東北啊，跟住減弱為熱帶低氣壓，之後逐步消散。美國方面，美國啊，美國預測佢會增強成為熱帶低氣壓，跟住係有機會增強成為熱帶風暴，係會命名為若安啊！熱帶風暴，佢美國呢個平可能有40公里每小時風速啊！跟住佢南面係已經但係呢大片再加呢小片，呢個係已經到過40公里每小時風速，而呢個係到過50公里每小時風速。我估佢係 S.T 熱帶風暴啊！跟住佢都係熱帶風暴級別，跟住都係熱帶風暴，保持都係熱帶風暴級別啊！到個離開呂宋之後，佢會減弱為熱帶低氣壓，跟住逐步消散啦，變減弱。同一時間，呢個係有機會形成跟第2號颱風西蒙人啦。呢個係 GFA 預測美國預測
佢係有機會形成今年第二個颱風啦。呢個係 ST 啊，跟住佢有機會形成 ST 至 L 一啲。熱帶風暴至強烈熱帶風暴啊！再睇埋咋佢個指稱呢個日岸係有機會移向唔緊要啦。呢個24小時到呢個48小時，呢個96個小時，係咯。